講個古仔俾你聽。80年代，香港電影正準備邁向風起雲湧嘅新紀元。一班喺海外負笈歸來嘅年輕人，乘住新浪潮之勢而起，日後成就赫赫大名。從英國回港嘅施南生，以行政、策劃、發行、公關推廣等專長，與一眾導演並駕齊驅。呢一位有大愛總管之稱嘅巾幗英雌，以利落果斷嘅處事作風，喺行業屹立不倒40餘年。1981年，施南生加入當時由麥嘉、石天同黃百鳴3位主理嘅新藝城，任職行政總監，再加上徐克、曾志偉同泰迪羅賓陸續加盟，組成咗後來眾所周知嘅7人小組，為不久即將來臨嘅香港電影黃金時期掀起一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新氣象。作為7人小組入面唯一女性，佢破格咁扮演咗男主內、女主外嘅角色，將新藝城以至後來佢同徐克創立嘅電影工作室嘅作品推廣至本地以及海外市場，一手將2間小規模嘅公司逐步變成市場上舉足輕重嘅一員。佢以準確嘅視野解讀出海外影展嘅審美觀，落力向海外選片人推薦一眾新浪潮導演，令香港電影喺國際上得到更大曝光。江湖進入一段沉寂嘅時期，歷時30載，表面上係干戈平息，實際上暗流湧現，其後72股新興勢力隨之而起，合稱為72路烽煙。呢一個就係武林新紀嘅開始。1979年，一位年輕導演嘅處女作《蝶變》以此為開場白。呢段文字猶如佢未來導演生涯嘅注腳。呢一位喺當年致力創造香港電影新紀元嘅導演，就係徐克。從《蝶變》一鳴驚人，到今年新作《射雕英雄傳》合資大者，徐克以驚人創作力縱橫影壇40餘載。1986年，監製吳宇森執導嘅《英雄本色》，開創咗子彈橫飛嘅男性浪漫黑幫片熱潮。1987年，監製程小東導演嘅《倩女幽魂》，掀起玄幻結合淒美愛情嘅古裝電影潮流。佢自己執導嘅《黃飛鴻》同埋《黃飛鴻之義：男兒當自強》，將經典人物黃飛鴻重新活化。1992年，佢監製程小東執導嘅《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更帶起咗新一波武俠片風潮。徐克作品以風格強烈、極具開拓性見稱。2001年執導嘅《蜀山傳》係一次電腦生成影像與劍仙幻想嘅極致結合。2011年嘅《龍門飛甲》更係新模式立體電影嘅重要嘗試。香港電影多次視覺技術上嘅突破，皆見證徐克嘅開拓之功。徐克上承中國古典傳奇同香港電影傳統，喺佢嘅鏡頭下，黃飛鴻、東方不敗、狄仁傑都有嶄新形象。古龍曾經講過，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喺光影世界，有江湖嘅地方就能看見徐克。徐克、施南生兩個喺香港影壇舉足輕重嘅名字，自1984年一同創立電影工作室後，多年嚟堅持初心，佳作日出，帶動影業潮流。兩位堪稱最佳拍檔。有請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得主徐克、施南生。
係咪請大家坐低？係啊係啊，請坐，唔好客氣，真係。Thank you thank you。我哋好多謝大會今晚頒咁重要嘅獎俾佢哋兩個。咁我講先啦。跟好謝你講，啱啱講咗咯。OK，我講先。我趁呢個機會啊，我先多謝一個人，就係吳思源先生。喺度啊！我喺後台見到你。係佢帶我入行，佢開咗呢棟門，我先有機會入電影圈，我先有機會企喺度同大家講嘢。所以今晚呢個獎，我想同佢分享，希望佢見到呢個獎，同我哋一齊好開心同埋好高興。多謝。講多少少啊？哦，呢個年頭有計鐘㗎，係俾錢㗎，我唔俾啊。呢個年頭，我諗知道我哋大家好行業咧，道路都好崎嶇，有起有落，有好有壞，電影都係。所以我哋電影人一定要本住我哋嘅初心同激情，大家喺埋一齊，互相互助，大家互相支持，用我哋嘅專業精神態度同我哋嘅能力分工合作，咁樣我哋就可以面對好多困難，同埋克服好多挑戰。我哋喺一齊，我哋就可以喺咁複雜嘅市場入邊闖出一片新嘅局面出嚟。有咁嘅信念，我哋相信我哋就一定會做到。跟住我要多謝我身邊嘅施南生，佢都係今晚嘅領獎人，但係咁多年係佢撐住電影工作室咁脆弱嘅帳篷，喺大風大雨入邊，等我呢個傻佬喺入邊可以胡思亂想，所以今晚呢兩個獎都應該屬於佢嘅。不過你要同阿吳思遠分享其中一個，咁就我將話筒交翻俾阿施南生，等佢同大家講嘢。講到咁好，我有少少唔好意思添啊！你而家上台咧，好耐冇見過咁嘅場面咧，好似照 MRI 咁樣，你唔喐得嗰時咧，最想拗痕。咁咧就今晚好多謝大家。我同導演都好衷心咁多謝咁多年來忍受到我哋同我哋合作咗咁多電影嘅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非常多謝佢哋。你啊去戲院睇戲咧，部戲放完咧，啲燈光着你準備走啊嘛。當銀幕上面咧再好多名出嚟，我相信好多人都一個都唔識嘅。不過呢啲就真係我哋電影嘅手足，因為佢哋支持，因為佢哋嘅努力，令到我哋可以完成到一部電影。所以其實真係要多謝嘅係佢哋。導演同我咧喺香港電影咧做咗40幾年，有順境亦都有逆境。不過好彩每一次好似風雨之後咧，我哋就會變更強更有力。所以我祝願今日所有我哋香港電影界所有嘅同業繼續努力，為香港電影發光發熱。香港電影加油！加油！有請頒獎嘉賓林青霞。
謝謝，大家好，我係林青霞。今晚真係非常非常之開心，我兩位好朋友徐克、施南生同時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終身成就獎，亦我好榮幸呢個獎係由我帶俾佢哋嘅。佢哋啲豐功偉業，你哋啱啱睇咗。我現在就講一講我跟他們兩個相識、相知、相惜的故事。1980年，我在洛杉磯拍《愛莎》的時候，徐克打電話給我，邀我拍《蜀山》。那個時候呢，其實我沒聽過徐克的名字。到了香港來見他們第一面，哇，他們真是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Nansen 呢，頭髮齊短，然後打扮得非常新潮有型。徐克非常的瀟灑，眼神裡是透着那種非常有靈性的感覺。那麼，我跟他們非常有緣，在幾天之內就把合約簽了，從此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徐克是我合作過最多的導演，在他的指導下，我贏得了電影世界的第二春，也迎來了東方不敗的美譽。然後呢，我想一想，因為徐克的關係，我在香港拍了10年的戲。我是親眼見證到徐克、施南生雙劍合璧之下，創造了電影神話，帶領了電影潮流。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他們是功不可沒的。謝謝。我初到香港，對香港人生地不熟，我就請 Nansen 幫我談拍戲的合約。Nansen 義不容辭的，很快就幫我簽訂了幾部戲。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裡面附上一張支票。Nansen 把信留下，支票退還給我，然後贈我一句話：如果你幫助朋友，要不求回報才好。40多年了，這句話一直刻在我的心裡，而他說那封信，他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和徐克、施南生經常會在我們人生中的關鍵時刻出現。我的後半生也是因為他們而改變，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感謝香港電影金像獎，讓我把這座獎遞到他們手中，他們得的是終身成就獎。我認為我有這2位傑出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終身成就。謝謝大家。講完了。